舊年11月奪去9條生命嘅旺角花園街排檔大火，調查報告估計火災係電線老化導致。不過，我哋嘅記者喺專家陪同之下巡查港九多個固定排檔，揭發排檔嘅火災危機未見改善，所鋪設嘅電線潛藏3大危機。各區嘅排檔不時都可以睇到電線滿天飛嘅情景，有排檔更加駁上附近大廈嘅2樓單位取電。過百條從天而降嘅電線就咁條條揈。如果呢啲電線過分拉扯，有機會令到電線入邊嘅導電銅線黐埋一齊，容易導致短路，隨時燒着物品，引起火警。另外，好多排檔嘅電線都殘破不堪，而且唔少都發黃染黑，有老化嘅跡象。部分保護外殼裂開，露出絕緣體，差唔多就折斷。導電嘅銅線同樣有機會因為黐埋引致短路起火。嗰啲電線咧外露啦，又有危險性啊，容易老化啦，咁啊導致入邊啲絕緣體係破裂啊，或者溶解咧，就造成黐咗線咧就短路啦。而大量原本當主用嚟做借電用途已經棄置嘅廢電線，亦都分分鐘會釀成觸電意外。我哋睇到啲就係好多廢線啦，係冇用嘅線啦，就有啲危險嘅程序喺度嘅。例如呢邊排檔火燭嘅時候咧，啲電線燒咗之後，一路過線咧會過隔離排檔啊嘛。當行雷閃電咧，譬如條燈柱咧流落嚟嘅時候，嗰啲電線揼咗落嚟嘅時候，啲人行過或者把遮啊揩到啲電線咧，亦都會觸電嘅。唔少商販就埋怨政府漠視危機，縱使多次要求協助清理廢棄電線，但係各個部門都互相卸責。機電工程處就回應話，將會拆除違規嘅電線，同埋發信俾有關嘅住戶清理廢線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